津悦咧周邊係民生商店林立，咁咧住戶咧亦都輕鬆咧可以步行去九龍站嘅商場圓方同埋西九文化區。美聯物業為咗回饋買家咧，特別係為呢個津悦咧推出呢個置業嘅優惠，由即日起至到2026年嘅3月31號咧，透過美聯物業選購津悦任何一手嘅單位咧，頭5名嘅買家可以獲贈呢個價值港幣1萬元嘅高鐵豪華之旅嘅置業紅利，總值嘅優惠咧就港幣5萬元。咁而今次嘅津悦咧，主攻咧就開放成為一房5型啦，正正配合市場嘅需求。咁我相信咧，必定成為買家爭相之選嚟嘅。今次我哋吸引嘅客人咧都好，因為本身個地理優勢，因為4分鐘可以步行去到高鐵站，仲要鄰近呢個西九商業區，咁嗰個租務潛力係非常之大，咁所以都吸引咗都有大約60成嘅投資客。咁我哋嚟緊咧係會正式喺禮拜3咧進行第一輪銷售咧，亦都係將所有嘅64房嘅單位咧一次過咧係攞晒出嚟進行銷售。基本上係非常之適合雙城生活啦，喺內地同埋香港往返嘅，咁所以投資潛力係非常之高嘅。